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台北市宝林地设的食物中毒案造成2个人死亡，另外有4个患者还佫住伫咧加护病房内底，其中1个有换肝，另外3个病情较严重。目前还唔知影这房客热酸是为倒位来的。不过台北市的警察局长昨伫市议会讲有机会来破案，最近就开记者会说明。 台北市宝林地设食物中毒案件，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到4月15为止，总共通报34例，其中2例死亡，4例伫加护病房，其他28例轻症的人拢已登去休困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透露，这重症患者当中有1个人已经完成换肝，其他3个人原本病情稳定，不过进前因为感染严重，病情恶化。 有1个人准备用叶克膜，3位都面临同一个问题，就是感染的问题。其中有1位他这个感染比较厉害，那造成缺氧的状况也蛮厉害的，所以就可能要使用叶克膜。王必胜表示，呼吸器用久啊，都较会产生感染，加上接受会长电换术，这因素抗生素调整是一个挑战，尤其多种抗药性细菌感染，治疗上是真困难。 因为卫福部伫桃子赛手甲患者检体，拢验出邦克列酸，不过毒物源头依然是一个谜。台北市警察局长张正兴18伫市议会表示，这案件应该破案，还是在侦查中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会破案。会破案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人下毒啊？不是啦，就是应该会有结果啦。张正兴会后态度转做低调，无愿意告这个案情来说明。 今日表示有发现具体结果，后续交予台北地检署来承办。目前警察无公开，最近应该开记者会来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